真侪人可能唔知影水电国旗是加什么款，也过看到这个经典的腊八架，就知影是有171档历史的水电方式碰成品牌。海狮人它的床，它是从1852年到现在都是瑞典皇室这个就是很骄傲的一个出口产业，而且是皇室认证的，所以它里面采用的大量的马尾毛。困眠是影响健康的原因之一。该品牌上大的特色就是规中层使用全天然的材料制作，有天然清气的马尾毛、羊毛、棉花、亚麻、松木等等。中空结构会当赶走烧气甲水汽，造予人非常舒适的困眠环境。其实床除了舒适的睡眠以外，它的干燥、它的这个舒适性，还有这个，因为我们人有这个一些皮肤屑，那有尘螨。那我觉得海狮腾它致力于在一个就是整张床它的一个清洁，所以它保固可以25年。好，就是你的床它里面永远保持干燥的环境，可以使用25年。款式有双人床、电动床等等，介绍为上贵的1000多万到上俗的28万，拢有。也加苹果柜台南、嘉义、高雄的人客族群，大部分拢会买转去友好父母，也是家用。非常看好南部的销售业绩。台南新闻台采访报道。